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 YouTube Channel 泰國油麻地，我係邵子峰。啱啱入嚟嘅朋友，希望大家先俾個 like 我直播先啊，建設性嘅留言同埋幫手 share 我直播去你哋嘅社交平台，尤其是係 Facebook 同埋 Flat， 仲有記得訂閱我泰國油麻地嘅主台。Alipay 轉數快 PayMe 課金支持本台相當歡迎啊！香港電話9178899 9178899。我有睇到呢兩日嘅唔同行家嘅直播啦嚇，包括咗日間嘅直播啦，當然有睇到蒲狗嘅直播啦。咁啊，我睇到成個局面咧，咁啊，我覺得必須要即係同大家分析一下。有人喺日間嗰度留言就話邵子峰啊喺度扮好人，去評論呢件事咁樣啊，博流量啊 ，whatever 咩都好啦，咁必須要同大家講講啊。先講一個最基本嘅一個理念先。如果 YouTube 係冇廣告費俾我嘅話，我係唔會做 YouTube 嘅。大家明呢個道理係咪？如果你叫我每日免費喺度廣播，而我冇辦法去收取一啲利潤嘅話，咁我唔會喺度每天做廣播。咁所以作為一個 YouTuber，要賺錢呢係理所當然嘅。我相信呢一樣嘢你聽過我無數行家都講過，包括可能日間啊、無良啊，甚至係Matt Low 啊，佢哋都有講過啊。我哋做 YouTuber 就係用流量嚟去賺錢。咁所以我一啲都冇 hesitate 去評論呢一件事，因為我作為一個YouTuber， 我喺呢個業內裏面，我去評論呢個業內發生嘅事，所以係理所當然，所以亦都係不諱言，係好希望大家透過課金去支持本台嘅。我係需要銀紙嘅 ，OK？ 呢樣嘢係毋庸置疑嘅，所以任何人士去利用呢一啲咁嘅講法嚟去攻擊我嘅話咧，睇嚟就唔係好攻擊到啊吓。因為唔係好合理啊！嗱，今日難得啦，又有晒紙筆吓，好耐都冇試過做節目，又要攞晒啲紙筆出嚟，因為今日講嘅嘢都可能比較零散同埋比較多啊，希望大家可以聽一聽我嘅分析，等大家知道嗰個形勢係點樣樣。到底有幾多人去留意住呢一單嘢呢？吓，我估計咧，觀眾群嚟講咧，大概係有3萬至到5萬人。你哋就係其中，而家只有200幾個喺度聽緊，咁啊，所以唔會話真係好多咯，唔會話真係好多吓。咁但係等我用我個角度同大家講一講，到底係發生緊咩事？呢個日間頻道係真定假㗎？你哋幫我分別啊，唔好意思啊，因為有陣時有真有假。anyway， 邊個嚟睇都唔緊要啊，我都係咁樣講嘅啫啊，歡迎你啊。好啦嗱，同大家講講先啊。我係絕對相信咧，日間咧係受到好多不同類型嘅攻擊，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過來人。喺過去嘅1年時間咧，我係受到好多嘅無理嘅攻擊啦。有好多唔同嘅不同嘅罪名啦。呢啲罪名多到咧，我都要睇一睇先，我自己都唔記得我自己啲罪名吓，唔好意思啊，揾一揾啊。喺過去1年咧，我受到嘅罪名咧，即係受到被誣衊嘅罪名啦。我有一個邵子峰嘅罪行懶人包嘅吓。略略講講啊，包括咗 MDMA 啦、無牌行醫啦、貼街招啦、強姦80歲阿婆啦、拍鹹片啦、影人裙底啦、圈人錢啦、吸毒啦、淋紅油啦、唱人老婆做雞啦、hack 入去人哋嘅電腦啦、播鹹片啦、搞人哋個台啦、搞到停台啦、買訂閱啦、呃錢啦、幕後黑手係咩嚟㗎？網絡欺凌人啦、做黑客啦、不誠實使用電腦啦、幫人播鹹片啦、賣毒品啦，爆對家嘅 WhatsApp 嘅對話啦，暴露人哋嘅私隱啦，欠人哋2年人工冇出糧啦，搞人哋個 admin 啦，捐款啦，恐嚇人啦，私生活不檢點啦，喺廟裏面食大麻啦，喺廟裏面掟螺絲批啦，搞死咗光頭隻狗啦，搞到阿光頭老豆走咗啦，
泰國地震啦、落人降頭啦、玩3P 啦，同埋玩4P 啦咁樣嘅嚇，可能大概係咁啊。咁呢個列表啊，繼續慢慢去更新嚇。咁啊，呢啲攻擊喺過去嚇，如果你哋係有一路 follow 住我個台嘅朋友咧，你哋都知道啦。我頭先講嗰啲攻擊啊，唔係我吹水出嚟嘅。頭先嗰個列表係我啲聽眾好好咁樣幫我集齊咗所謂嘅邵子峰嘅一啲罪名嘅一個列表啦。OK 啊，咁啊，所以喺日間而家佢受到嘅攻擊咧，我係感同身受嘅，我亦都係覺得佢嘅會有好多心裏面有好多不甘，又會有好多唔開心。呢一啲嘅攻擊咧，如果日間有聽到我嘅直播嘅話咧，我必須要同你講一個詞語，呢個詞語咧叫做 Gan's Talking，GAN 我打出嚟啊 GANGSTALKING 吓 Gan's Talking， 不妨建議日間去 search 一下呢一個字到底後面有啲咩含義，同埋到底而家全球上面有發生過幾多呢啲咁嘅事。喺過往喺內地已經有好多呢啲咁嘅 Gan's Talking， 令到好多呢啲直播主啊都係自尋短見，佢最後選擇自己離開。呢一啲嘅欺凌咧，係嚟自各方面嘅。有人係收受利益，但係有人可以係完全冇利益咁樣去攻擊人。點解？因為有啲人以訛傳訛啊，例如人哋話邵子峰販毒啊，有一啲人咧，例如有一啲我哋有啲老友記，佢哋嘅成長嘅過程啊，喺佢年青嘅時候啊，毒品對成個社會造成一個好大嘅禍害。有好多我哋嘅聽眾啊，上咗年紀嘅聽眾，喺佢哋嘅年青嘅時候啊，例如仲係住緊嗰啲18座啊、7層樓啊嗰啲咧，成日會見到後樓梯啊，有人喺度追龍啊、拍針啊，嗰一啲畫面係我哋有一代人係歷歷在目嘅。所以總有一啲人一聽到毒品呢兩個字咧，就好嬲啊！竟然有人公然喺度做呢個販毒啊，咁樣啊，好嬲啊！咁所以當有一啲人去聽到一啲傳聞，呢啲我哋所謂嘅叫做傳聞嘅證供嚇，傳聞話有人去販毒啊，咁有啲人就會即刻火上心頭啦。咁啊，邵子峰你一定係撲街冚家產啊，咁樣，咁就會形成咗一啲加入咗一齊去攻擊嘅行列。呢一啲人咧，佢去加入呢啲一齊去攻擊嘅行列咧，佢未必知道實情，但係佢係帶住一種正義感，佢覺得自己做嘅嘢係啱，佢冇利益嘅，呢個係其中一樣嘢。意思即係話俾人吹花吹到啦，然之後其他繼續去幫手攻擊，呢個係其中一個方啦。另外一個方就係生活實在太無聊啦，冇嘢做啊！喂，成班人都搞佢啊，佢一定係衰人啦，我都唔理佢係衰定唔衰啦。既然10個又話佢係衰，100個人又話佢係衰嘅話，咁不如一齊去搞佢啦，咁樣亦都係會咁樣去加入呢啲行列。咁所以去到 Gan's Talking 呢一種嘅傳聞啊，或者好多嘅街外人去一齊去組成一啲力量，然之後去一齊去攻擊某一個人，呢個情況去發生，你哋要去睇呢件事就唔好淨係睇啲人有冇利益，因為冇利益都會發生，呢樣嘢唔係建基喺有冇利益嗰度嘅。嗱，呢一個我喺過去1年嘅時間，我已經係受盡呢一啲嘅攻擊，然之後我好有資格去話俾大家聽係點嘅一件事。例如喺街，其實嗰個人可能對我冇嘢噶，不過咁啱佢喺街度見到我，佢喺網上世界見到一啲關於人哋講我嘅嘢咁樣，佢手痕佢都會走去影張相放上網咯。呢個情況就等同於之前嘅河馬一樣係咁樣發生。點解有咁多人會跟住河馬呢？點解河馬上庭有咁多人上去睇呢？點解河馬去到邊直播都好似有人去跟住呢？咁唔係全部都係所謂嘅一種擺拍。最複雜嘅就係，如果當擺拍同時又發生，
而 gang stalking 又同時發生緊嘅話，咁呢一啲嘢混雜咗，大家根本就睇唔清個局面，你根本就唔知道呢啲嘢係到底係擺拍啦，定係有啲人無聊人啦，定係有啲人真係收受咗利益去做啊，咁你完全係分辨唔到。所以我睇到而家日間所受到嘅情況所受到嘅攻擊，我睇到係一啲實在嘅攻擊。OK，但係我咁樣講啦，我自己做過一個比較啦，我認為日間而家所受到嘅攻擊其實冇我之前咁大嘅，因為頭先我都講過啦，我被攻擊嘅嗰個罪行 list 長到咁樣，咁起碼而家日間嗰個俾人哋攻擊嗰個 list 都未有咁長啦，但係所產生嘅內心嘅嗰種不甘，對情緒嘅嗰種影響，呢啲嘢係一定發生咗。而呢一啲嘢，我哋作為旁觀者，你哋冇辦法去講話，喂，有啲人話日間你咁小氣噶點解要繼續咁樣搞落去啊？咁呢啲嘢有機會講嘅人真係有咁嘅諗法，但係有機會講呢啲嘢嘅人都係喺度搞緊個局，都係一啲喺度渾水摸魚嘅人喺度不斷推波助瀾去幫手去搞分化。喺呢一刻最難去搞，我曾經試過咁樣去俾人搞嘅時候，我知道好難去分辨邊啲係人，邊啲係鬼，邊啲人係講緊心裏面所想，邊啲人係有目的，然之後喺度搞分化，喺度搞煽動呢，好難分辨。而我嘅對家蒲九公，佢正正就係好叻去做呢啲咁樣嘅分化，佢好叻去做呢啲咁嘅誣衊，搞亂個局，令到有啲人俾人攻擊都唔知道係邊個攻擊緊自己。我絕對相信喺而家呢一刻呢一種嘅搞局係令到日間情緒唔好，唔開心，呢啲嘢完全發生咗。但係我都必須要提醒，喺呢啲情況底下更加要去保持一個客觀嘅心，去睇清楚到底邊一個人係喺度搞緊事。我點解話我嗰個攻擊會比我被攻擊個情況會比日間嚴重呢？因為日間個台本身而家佢係已經一個大台啦，係咪？即係喺 YouTube 嚟講有咁多個訂閱，有好多人睇佢個節目，亦都係好受歡迎，亦都有好多人習慣性睇佢。佢本身已經有一個幾大嘅支持者嘅觀眾群嚟去 support 佢，所以呢個情況同我當初係有唔同嘅。因為我當初去俾人攻擊嘅時候，我只有幾萬訂閱，啲人都仲係心大心細覺得喂，咁多人去講你邵子峰販毒，你仲唔係毒販？咁多人講你邵子峰無牌行醫，你仲唔係邵大夫？喺當其時嘅情況，我係舉步難艱，我係冇辦法為自己申冤，好多情況我係開唔到聲。我反駁對家繼續用我嚟去做話題，我去講一集，佢講10集，我去講一次，佢開多10個台嚟去搞我。呢個就係我當初所遇到嘅問題。好啦，我由 day one 去到今天，我都講相同嘅問題，就係邵子峰係唔係清白嘅呢？如果邵子峰係清白嘅，理應坐監；如果邵子峰唔係清白嘅話，理應就係坐緊監，理應就係有警察去揾我去協助調查。我今天再重申一次，從頭到尾對我嘅攻擊已經1年時間啦，沒有任何一個警察去揾過我去問話或者協助調查，沒有任何一個警察去問過我。而我喺呢個過程裏面，大家都記得我受過一啲死亡嘅恐嚇啦，我去咗報警之類啦，去報警我都唔知報過一次啦。喺我去報警嘅時候，我同警察嘅交流，我去問佢，喂，有冇人嚟去投訴話我係一個毒販或者其他相關嘅，例如不誠實使用電腦㗎呢啲咁樣嘅嘢呢？咁冇。
去到而家都冇咯。OK 啊，有人留言話日間唔想我講佢，但係冇辦法啦。我係有權去評論呢件事嘅，而且我係客觀評論呢一樣嘢。所以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到底日間而家所受到嘅攻擊係唔係全部都係關佢哋口中所講嘅叫做死八婆，或者我所講嘅叫做大鼻卡，係咪全部都係關大鼻事呢？嗱，呢個我係提出一個好大嘅質疑。嗱，大家都會知道啊，我同無良嘅關係係幾咁惡劣嘅，大家知道噶。喺之前我同阿無良嘅對壘係咪啊？大家嘅爭拗，大家全部都見證住噶。OK，我係唔妥無良嘅，我亦都講過啦，我點都係唔妥佢嘅，我唔會同佢講和嘅。但係我必須要客觀去講一樣嘢，到底係咪所有嘢都係大皮卡做嘅？我大膽做一個假設，我睇到一個局係咁，我相信會有人去開一啲群組，係支持阿大鼻嘅，然之後呢啲群組裏面係會不斷發放一啲信息，呢啲信息就係要去搞日間或者去搞導遊，從而呢一啲嘢再被 cap 圖，再 send 翻去俾人去搞嘅人，佢哋睇到，然之後呢一啲咁嘅罪名又會落翻落去大鼻，或者落翻去無良嗰度。呢一個搞局係對家經常都會用到嘅手法，呢個我希望大家要注意啊！呢個我係大膽假設將會發生呢啲嘢吓。到底呢啲支持者，例如去呢啲支持者，佢係真心係支持緊大鼻啊，定係其實係對家派嚟搞亂局嘅話咧？呢啲嘢係好難去分辨嘅。而如果好容易就相信呢一啲嘢嘅話咧，咁其實就會落入咗蒲狗所設嘅劇本裏面啦。而我必須要重申，真正喺度搞緊事嗰個人，我好肯定嘅嗰個人就係蒲狗公，就係佢喺度搞緊事，因為佢將抖音嘅呢一種嘅搞事嘅文化完完全全 copy 嚟到香港嘅 YouTube， 呢個就係我見到嘅個局面。OK， 我睇到跟住落去日間同埋無良嗰個爭拗會因為好多呢啲中間有人搞局，但係我冇排除，大家要記住啊，我冇排除過阿大鼻真係有搞日間嘅呢個可能性，我係冇排除過噶吓。但係唔係真係大家所見到嘅咁多咁全面，係咪100% 都係佢做嘅呢？嗱，呢一個就要搞清楚。詐騙集團冇錯，我叫我嘅對家係詐騙集團。詐騙集團將會去推出更加多嘅新進嘅 YouTuber 嚟去搞亂呢個局面，呢個係我睇到嘅。喺呢個過程裏面，大家已經見到出現咗嘅，例如嗰啲柒碌柱啊、八姐啊，然之後嗰啲繼續嘅，會唔會阿3000都會繼續行啊？光頭佬啊，呢啲大家睇到嘅，又或者下面嗰啲餅仔台啊，包括咗南乳啊，包括咗泡菜三夫啊，又或者下面繼續行落去，未必係餅仔台，但係參與一齊搞亂嘅，例如啊月經女王啊，呢一啲咁樣嘅相唔同嘅頻道，又或者過往嘅 H 啊，呢啲咁嘅頻道，又或者不嬲都係守住呢啲中堅嘅，例如係花生啊，咁呢啲係會繼續喺度搞亂個局，呢個係我睇到嘅情況。而新嘅 YouTuber
亦都會繼續出現。我必須要提醒一樣嘢，我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喺上一次我嘅油麻地新聞嘅直播裏面，我講咗好少，但係好多人都聽唔明我講緊嘅其中一樣嘢，就係骨灰勒索。我唔知嗱，我唔得閒睇你嘅留言啦，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必須要將我嘅要講嘅嘢全部講晒出嚟先啊。我唔知大家對骨灰勒索呢樣嘢係有幾多了解，但係由我留意嘅國際新聞裏面，我睇到骨灰勒索將會成為詐騙犯嘅其中一個主流。呢一個係詐騙犯嘅一個絕技，陸陸續續會更加多嘅案例會發生呢啲骨灰勒索嘅被骨灰勒索嘅人，多數都係一啲有頭有面、有財有勢嘅人。佢哋唔係咁容易將呢啲嘢講出嚟，或者警方都唔建議佢哋講出嚟，因為驚有其他嘅詐騙集團會效法。呢一個係一個將會成為整個詐騙產業鏈裏面嘅一個幾重要嘅一個項目啊。講到骨灰勒索，我唔知大家明唔明講緊咩叫骨灰勒索？詐騙犯、詐騙集團，佢哋做好多關於最近陳志太子集團、柬埔寨太子集團嘅陳志啊，被美英制裁，沒收咗佢價值千幾億嘅比特幣，千幾億啊，大佬，好多錢啊嗰度。OK， 詐騙集團佢哋係會營運好多高消費嘅一啲 service， 例如紅酒啊、雪茄啊呢一啲，佢哋會搜羅到一啲所謂嘅叫做有錢人嘅名單，從而喺呢啲名單裏面落手。試問一下，你係一個有錢人，假如你嘅父母嘅骨灰俾人起咗出嚟，然之後向你進行勒索，你會贖翻定唔贖翻呢？我哋中國人嘅社會好罩忌呢啲嘢，祖先山墳、風水呢一啲嘢。詐騙犯佢就係睇通咗呢一點，變成咗一種敲詐。呢啲嘢大家可能未知道，因為而家喺主流嘅新聞都未必好多人講，又或者有一啲聽眾係透過一啲其他國外嘅新聞可能略知一二，但係我去同大家講呢一樣嘢係將會成為一種主流。講到去呢啲咁嘅骨灰啊、刮墳啊呢啲嘢，不得不提嘅就係老作家。老作家點解夠膽喺佢嘅節目裏面大大聲講話要去刮啊劉師傅個墳，將翁靜晶小姐嘅媽咪嘅墳刮出嚟去鞭屍？點解有呢啲言論呢？無獨有偶，喺呢啲咁敏感嘅時間，佢識得去講呢一啲嘢，到底佢係真係亂咁噏發神經亂講嘢啊，定係佢唔小心漏咗口風講佢自己擅長做嘅事呢？呢個我不得而知。 OK， 但係好明顯老作家佢擺嘅呢個關於張國榮哥哥有仔有孫嘅呢個局，要開電影《最後的玫瑰》呢一件事，睇嚟佢遇到一個好大嘅阻滯。呢個阻滯其中一個就係我啦，因為我不遺餘力咁樣不斷去踢爆佢呢個局，亦都多謝油麻地小編不斷去幫手去留意呢一件事，一齊去踢爆老作家嗰個局。老作家係一個老千，係毋庸置疑嘅，因為佢過往已經做過其他嘢。大家有興趣嘅，我先至再
其實我以前嘅集數都同大家講過，有興趣嘅大家都不妨可以做下 research。我發現喺 AI 佢都係會答到好多嘢。OK， 而成單嘢發現老作家係一個老千，成單嘢嘅前面就係我哋不斷去踢爆食肉法師。食肉法師喺呢個詐騙集團裏面，佢飾演一個咩崗位呢？呼之欲出。成個詐騙集團邊個有份呢？第一件事我睇到，除咗老作家，除咗食肉之外，仲有擔擔麵。大家唔好介意，我全部用代號啊，唔講得啊吓，好多嘢唔講得。我有指控嗰啲都唔講得，因為我點解會講得日間？因為我對日間冇指控啊，所以我就可以提日間啦。我對阿無良喺呢一刻我冇指控啊，所以我就會嗌佢無良啊。OK，呢一啲集團，其實你哋大家睇到嘅，之前佢哋係向華記招手嘅，不過華記醒目，佢能夠全身而退，冇俾呢班人冇中佢哋計。呢一個就係我睇到嗰個局面。但係食肉呢件事完未呢？我覺得未完。陳金怡嘅身份係點呢？我唔識評論。我去到而家我都未睇得穿到底係咩一回事。成件事到底係一種爭拗定係一種內鬥呢？我睇唔穿。陳氏集團、太子集團被英美制裁，我嘅睇法同成件事有莫大嘅關聯。最近亦都講到去關於去到查到一啲連接係同洗米華同埋賓牙區相關，到底佢哋喺而家成件事裏面係一個咩企位呢？我亦都未睇得清楚，或者咁講，未睇得清楚就唔好亂講住。新聞點講啦，我咪照報道咯。喺河馬 2.0 都未成形，我姑且當我自己當初可以成為 2.0 啦。喺河馬 2.0 都未成形嘅情況底下，河馬 3.0 就變成咗係無良啦。而家大家關注住成件事，呢一樣嘢係無良佢自己都係始料不及嘅。我相信呢種爭拗會不斷升級，有好多唔同嘅人會繼續喺中間呢度搞事，搞到個局勢越嚟越混亂。而呢一班人嘈緊交嘅成班人係冇辦法坐埋嘅，坐唔得埋嘅。例如你有人去叫日間同無良坐低傾咩？坐唔到。你叫我坐低同無良傾咩？坐唔到。我唔會願意同無良傾。根本呢一啲嘢，例如喂，就算有人叫我坐低同阿蒲狗坐低去傾咩？冇得傾，因為我睇穿晒就係呢條友搞事，呢條友就係馴個集團嘅。OK， 希望我呢短短嘅直播係能夠讓大家能夠清楚多啲呢個局面，而我必須要講俾大家聽我個初心。我個初心本身我就係想帶一啲歡樂俾大家，當然都係賺錢啦要。但係而家喺呢啲爭拗裏面，其實我係可以唔需要去講嘅。有啲人話邵子峰你唔好講啦，嗰隻蒲狗掛住咬其他人啦，而家掛住咬你契哥啦，唔得閒咬你啦，你應該鬆一口氣。係冇錯，的確喺呢個情況我係應該鬆一口氣嘅。但係如果大家知道我性格嘅，你哋都會知道啦。我見到嘅我唔會扮唔知，我識嘅我唔會扮唔識，我睇穿咗嘅我就會去話俾大家聽。
因為喺過去1年咁難捱，我已經捱過咗。去到今天，我睇我自己，我有金剛不壞之身。你邊個嚟搞我，都搞我唔入噶啦。我會繼續去做好我其他嘅新聞評論嘅工作，繼續去製作其他嘅節目，去俾大家欣賞。我亦都好感恩喺我不斷俾人屈嘅呢個過程裏面，慢慢去儲到你哋一班聽眾對我嘅支持。你哋相信我，你哋信我所講，你哋知道我被欺凌，然之後一路喺呢段路上面去 support 我，令到我變得越嚟越強大。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情緒係相當之差，甚至諗一啲唔啱嘅嘢，有啲睇唔開。但係呢一啲嘢去到今天我睇翻已經過渡咗啦。我睇翻轉頭，我睇翻嘅所有嘢，呢啲係敵人對我作出嘅攻擊。如果我俾佢攻擊到嘅話，咁我就等於認輸啦。而關於我受到嘅攻擊，其實再複雜多一重嘅。有啲咩再複雜多一重呢？因為我喺之前被老千呃咗錢，而呢啲老千我有損失，我損失唔少添。嗱，呢樣嘢我係今日第一次講啊，我損失係唔少嘅。我被老千呃咗錢，而呢啲嘅老千，佢哋仲要係唔放過我，要我死。呢兩位嘅老千，佢就係蒲狗嘅其中一檔嘅金主，加上呢啲咁嘅問題，所以令到個局面更加複雜。所以我面對嘅嘢係比較複雜少少，但係慶幸大家去到今日，你哋仲聽緊我講，仲相信我，你哋仲支持緊我。呢一樣嘢係我邵子峰嘅福氣，我感恩我仲有呢個福氣，可以繼續同大家講嘢。既然我已經過住顛沛流離嘅生活，已經過住終日匿來匿去嘅生活，已經過住經常要睇住有咩人跟蹤我嘅生活，我已經習慣咗喺呢種咁困難嘅環境裏面。咁所以只要我仲有一部電腦，我仲有一支咪喺度，我評論就會繼續，而我唔會放棄做其他嘅節目，除咗評論呢一啲咁嘅爭拗之外。所以多謝你哋繼續支持，亦都希望大家保持客觀嘅心，唔好俾人利用，一窩蜂走去懟人哋。你知道我成日同你哋講，有人喺留言板上面鬧我，你哋唔需要鬧佢，打一個下字，下，我就知道有人鬧我，我簡單2個掣 block 咗佢，完事。繼續鬧翻佢，係俾緊養分佢，係滋養緊我哋嘅敵人。呢個唔係我所想，希望你哋明白。今日簡短嘅直播講咗好多嘢，希望你哋幫手 share 呢個直播開去，俾更加多人知道，要保持呢個客觀嘅心，唔好咁容易去中人哋計。你哋嘅留言我將會遲啲先睇啦，我唔想加長呢個直播嘅長度。今日亦都唔去多謝課金啦，多謝你哋每一位嘅支持。我哋今日就講到嚟呢度，最後希望日間你保重，希望盡快可以走出呢一種咁樣嘅陰霾。今日嘅直播嚟到呢度，多謝各位，拜拜。